聽眾，歡迎來邊個學見嘅節目。呢禮拜我哋歡迎我哋rumah panjang嘅家己嘅咧。rumah panjang 家己我嚟做我哋特別嘉賓，佢叫佢把車你把款，代表人嘅愛車。你車佢家路邊啊，佢辦啊，你唔使佢大佬，佢隨周公啊。佢家時候，多長嚟，多長是你講下，你講個小弟啦。你冇聽聽，你冇有幾告訴講啊，多長。一個打波呢，總係做小弟，就是幾告訴 sketch 嘅人嚟。好兄弟。對啊，比賽執對啊。OK，嚟講下朗住有幾個故事講嘅，一人講。五個人去唱卡拉 OK。嗯。然後個啥唱甲，唔知唱一個人嘅歌吼，伊是有一句誒是叫咩？躲在角落啊。逃避到底嘅你講呢？講呢位。然後個聽到啥個。感覺零零嘅躲在角落，伊下邊直直就看咯，伊個迄個伊個 CD 啊，伊唱咧躲在角落啊，直直就看咯就。然後一個是有人看到嘅，是看會到嘅，然後個看到有一個像一個查某係啥物啊，是躲在角落位哦，有一個唔敢講嘛。然後尾個賣唱我咯，一個就看啊，直直叫人入來修理啊。就是袂好事嘛，直躲在角落，直直看到邊個查某唱或者伊個歌，然後個吉利啊嘛，領啊就，然後個特別順路啊咯，然後嘛咧知順路是5個人去啦，特別伊直直來講是6個人。哦，講嘅嘅，我捌聽過啊，唔知影我捌聽過。因為講去嘟的時候，就好是問上個5個人啊，1個人、3個人返去啊，就好是特別雙數啊，4個人去。特別兩人啦，未使有single你加一人出來啊。即係我捌聽過誒，即是你朋友是去聽對來，我捌聽過相嘅故事。一個人去，唔是後尾迄邊門一人講有物件誒。哦，是啊，特別 edit 啊，我未使講出來，係咪講是啊？可能是條書。咱不要叫我甲你 edit 出來，咱叫去合一餅嘅位，咱像啊合餅嘅，咱個合餅嚟啊。OK，就把你個參人當今，你是最特別嘉賓，你咪插條坑哦。繼續來。那個就是等你伊賣插入去時，啷就是捌家己親身捌看過幾個數啊幾誒經驗哦。哇！哎呦，嚇死我，超級歹！你是幾歲？我是大張。發鬼。誒，大張是大張是幾歲？大張是幾歲？我是大張啊。哦，大張你另外就講邊得開啊？是啦。哦，我想講個另外一個人。你講你咪叫你把車嘅冇？未車啦，你話咧。哦。OK，แล้วตัวจังนึกว่าเขาคุยกับสื่อกับ講者。是咯。講。一個講。超幾啊？我係講幾啊？幾啦，我幾是特禮拜幾節目就打幾個數嘛，變咗學見。哦。有講。係咪事件啊？幾個數講？講啦，大張。可以笑者啦。一隻咯，特別冇笑未掉。笑者伊會參與啊。你個記呢？你個記看過物件，我應該未記咩？大張是攞相機處哦，還是攞伊大白位？相機多樓頂。哦，個記開個記 computer，你冇地去誒？等陣大張是大張是教我病會哦，安怎伊把我朋友教我上會呢？
不拎狼，他开始拎狼。哦。是我亂㗎啦，其實都冇班長受濟人啊啦。อันนี้冇聲氣嘅，個參條坑條，攏去擠看樓頂。參條坑，你去 check 看，你去 check 看。我發覺，我歸成講成咯。啊，開雞講先。講講嘅，講嘅。講下，講你講嘅。我講貴先嘅事。講貴先。我唔見啊，我咩咯？咱冇拜迄個五節啊，係五節啊。係五節，小五節，到啲厝位啊。到去厝位嚇。你咱冇阿你會小念經啊？我係抄本。我係做本。都會小念經是一樣嘛，是請迄個會食晒咯。一時篤嘅，也是，一時會小啦，唔是嗰啲刀椒嘅啦。我吹步你篤。即係咩？安尼煙你念經，因為囡仔個嘛是帶去亂聊咯。然後嘛講等阿公看到人亂。哦，擼講啊？擼講係嘛？我講你話是大漢啊？你自己大漢嘅係？中學啦。然後我嘛變過去咯。我嘛看影到一個穿灰褲衫、灰褲褲嘅，徛喺觀察邊仔位。然後嗰陣是我哋會小行去嗰邊，然後嘛嚇人講阿公徛喺嗰邊看人，然後我變過去時咧嗬，我是看規世人是我講嘅。看到你講啊，你看到規身是你講嚟，徛了。伊看觀察邊仔看嚟家己。喲。伊穿咗內面嘅衫，內面講絲一換嘅衫。白色了咧。唔是，你係穿伊阿啲啊，壽衣啊。哦。伊是穿咩？伊穿衫。穿骨咯。穿骨啊。哦。穿嘅衫。阿條咯。伊穿咗內邊嘅。你是幾年整啊？姐，10個年整嘅咧喎。差唔多。แล้วแล้ว特別你看到了別人類姊妹個了類個阿舅個冇看到啦。冇看過。แล้ว我媽死時咧嗬，我有一個堂哥嚇，伊本是看到我媽嗬，徛去觀察邊仔位徛了，等於是穿內面嘅衫，伊內面穿絲換條衫，本是徛去觀察邊仔位。你就我到底觀察係到厝嘅時，是唔是特別在刺激嗬？人死即係到厝時特別在嘰哩嘰哩呢咯，嗱啥？因為個人可能是刺激，入邊我咪當那是講當那是當今新嘅人新嘅即大個係到厝啊，是 still 有想起咧水啥咪關啊咪關咧係。有。係三節冇講係直節啊。冇啦，會你。有咧。三節。有一個過節啊。有這個呢？這個大長你對哪樣？但係你講會講句，告訴你個經驗是咩呢？有幾哪個經驗啊？你講下一個講。你講一個啦，做兵嘅事嘅。你去做兵，你做兵叫做咩啊？我唔是去嗰啲 national service。你唔是 national service 啊？我係自己去Watania 係咩事？volunteer 啊？你些後備軍啊？對。reserve 嚇，一兵。咩啊？แล้ว so what did join 嘛 ？so 嗰邊應該是我一間定人嚟。我 training 是我嘅，即係你唔知嘅時候，忘記俾嗰啲jungle 入邊啊。山巴嘅。shooting 咯，我 shooting 咯。山巴係射程。射程。所以嗰邊射程啊，是一個樣扛起來人比賽級別嘛。嗰樣多那邊有嗰啲訓練啊，要點炸彈啊，訓練點炸彈啊。危險啦，所以比賽平時比賽接啦。我是射大嘅嚟嘛。所以我阿個差不多有700個人喺嗰邊
第二嘛，所以我是排队第二嘛。排队差不多有around 500 meter away 大概啦。900 meter 唔知就幾少啦，咱家己算啦，感謝。了講，一對去，一對去啊，死學幾槍，係咪？你個對去，對去啊，敢人對去啊？冇對。走去得咯，意思得咯。學鬼講啊，學鬼講係應啊。講佢講，講佢講。佢參加，講佢小英啊，講你小英。講我個。你講。我個嗬，伊點點嘛是可你學鬼帶啊。對。阿咪困嘅時啊。伊點點學，阿咪困嘅時學鬼帶。困嘅時啦，你困住波對時嗬，伊後啱有一支手靈靈嘅。手還是手？手。當眼嚇。當眼，一支手靈靈嘅啊。帶紅棍。帶你阿媽棍啊嚇！你知唔知anh cái tiếng tao yang hay là poster à? Chính han yang à? Là cả chân à? Đấy ý hả? Điều chính han cả chân điều. Đấy ý poster hay là ý buổi ý mình稱buổi mình称tháo hả? Ý là chỉ là giáo bộ ý là chân trị療啊嚇！你chính han ya了ý紅棍嘅啊。肩膀，紅棍是肩膀。肩膀是肩頭。所以伊阿妹是係啊，阿妹啊，伊袂叮當啊，一個手啊，靈靈嘅啊，來帶喲。你請客嚟幫伊啊？伊係乜嘢？再叫人貼條poster去。請客嚟幫伊個冇熟咩？請客嚟引導。伊點本是有袂叮當嘅。哦。貼了，伊個同時吼，伊標誌個困白白，你過來袂叮當啊！咧伊嘛是要行邊仔人嘛是有人嘛是要叫咯吼，咧變過去吼，我標誌面過咧變青喲。做咩事咧？咩事啊？這邊解說，伊變過去要叫人嘛，伊變過去時候，我標誌面過咧變青去。然後伊看伊個紙，我標誌係起來時候，伊毋是，伊看到伊規身人吼是啥，定款，啥咧僵屍90度款起來啊！伊撲起來，咱起來，咱咧嗚咧起來啊！毋是啥，咱就是彎起來，特別伊咱誒起來是咱頭鬍會彎誒嘛，伊是規個啥90度，起來規個參空起來。做咩事你攏知啊？嚇？攏知咩事喎？咩事我唔知。講面青青。伊是看到物件面青青係啥物？伊袂叮當了，你聽過看到過壁該困的嘛是要叫伊咯。咁咪再變過去是吼，伊是我標誌面過咧變青去。伊是講佢可能毋是我標誌嘅啦。把你物件即起先顧內邊。特別伊家己嘛就早起應該是毋知。伊成個接鬼啊呐！可能咱袂叮當時已經咱拖去別個時空啊，別個世界，空間啊，別個空間。你高到到去你小弟？唔知啊，你講一半。你講一半對，但我開到對，我去帶我都再係真對係咪再？我未講嘅冰嘅，告訴講一半講無了。對啦。嚇！แล้วรู้จับ50 meter 咧，อันจ๊ะโอเค500 meter 500 meter 排隊第三嗬咱射啲嗬我是一個人射了一個人騎了一個了等嘛順便我射咯用 M16 第三嘛 before 我射了 means 我頭先有一個可能淡薄而家人可能有去 training 嘅喎，無人查某會打閒嘅嘛。所以是食頭嘅一個查某啦，training嘅是。所以伊甲我上一個上去嘛。
所以這條一起來了，昨天成了咯。所以後面咪事啊，because 即係差不多13幾個一年嘅事啊。成了啊，後面一顯咗，多頭定下顯咗。冰山就食起啊！啊？只就冰山就係你女落去頭殼架落去咧。慢慢顯佢成股搖隻，特別我那查某人別太陽啊，就面嘅嘛。冇咩嘛。所以就唔是哦，假如人嚟咁樣成個可能上最顯嘅，所以慢佢後咯，我哋同自己睇大你幫到你講啊。可以 just for it to 調食啦。我哋就係我騎起來單咯，because it's keep 啦嘛，我咪騎起來單咯。before 教我成嘛，後面咪事啊，我教咗啲咩啦，後面就請起嚟啊。because 一聲，聲一聲啊，一多邊上個後面起一請哦，後面成起笑你講啊，一聲啦，上個人多啲 exorcist 入邊啊，看到佢事嘅啊。你講呀？笑。一講我呀，那我講啦 ，Miss，佢就咁一聲起笑你講啦，我哋啦，because 放 training 時話我做好啊俾你嘛，我Gunung Ledang ya。Oh Putri Gunung Ledang ah？Haping Eka咯。So 放 training 後面應該一跟住，maybe 人maybe 查某啊 ，maybe 上咗，just 先而家佢就查某先 continuously 放 train 3禮拜嘢啦。是講伊穿嘅3禮拜放站咗啦。想伊 ，Hello， 想講伊去想伊是穿啊 training 嘅打法數啊。maybe 是新咯，because 查某 maybe 大概會知啊，什麼物件 ，maybe 個其他人嘛冇咁 tough 嘛。我咧就放一隻接住啊，放一隻騎起來哦。後面多邊啊，如果啦 ，because 往後邊 training 是有軍醫啊，像military 嘅 doctor 啊，多邊嘅嘛。有往嘅 sergeant 啊，往嘅陸軍啊，當兵嘅陸軍。真真官多邊嘅。有個嘅 sergeant 啊，爭別咗，伊上個後面起笑嘅你講啦，一聲出來啲打波嘅聲啊。你講啦，我真真大聲啊，所以往嗰度後面嗰度 stop 咯，你往到 嗰度 stop 啊，往幾班嘅人啊，唔知咩事啦，往到關於嗰一邊嘅將嗰入邊滅掉啫，滅掉啊，逃避啊。because 在發生咩事嘛，because 伊是話 team member 嘛，伊騎了，伊是騎了我頭前前嘅嘛，所以我走去看，我睇下在咩事嘛。你走去幫到佢啦，你走去幫到佢看下。幫到我騎了咯 ，because 伊是話 team member 嘛，伊是我頭前嘅嘛，所以我有睇腳步啦。我睇腳步啦，我腳步啦。你都可以是笑嘅，你看呢，成個是笑音聲直出來哦，直出來的。所以各位是那邊yang bukan yang Muslim 啊，yang 有一個人成個開車啊。到咩？開車？念經哦。一念經嘅用咗回避啊，嗰度呢個一個上頭入邊啦。而家真係發生啦嘛。又唔知辦單面啦，我唔知。你有時候佢冇摸你可能哦，呢咁樣念經。因為有錢，我 training 教我白 training 有錢是伊會有，你看物件，伊是啥冇摸你看有啦，有受 lesson 翻嚟啊。所以啲念經啲念，特別譬如一念就伊 stop 啫，問佢佢起笑，念就起笑，念就起笑哦。然後就暫時念差不多半念鐘到念鐘幾後哦，一千啦咯。以前吼，yang ku kami interview ila mui lah tapi tambah semua sing misu ah. Ipong wong kalau orang tu cakap awak. Ikon just im jam misu le, ipu jai ke kijang, pun jai ke ki tambah hina tu pon jula. But ikon before tambah hina sia. Ikon tambah le hui ta ke ya. Biar kon tu jele ta pok kon le ye. 我每日一接幾時，伊講咩話？伊講話是講呢？要講話。伊講咩話？叫你寶寶會有計 communicate 咯。伊講嘅物件，你無明白下，黐黐查查啊，亂講下。伊亂主講嘅，一聲打波嘅聲咧。如果我騎了看了，即我第一道看了人接笑。發生啲200錢嘅交貴，200啊！還是係你哦，是等人7個哦。貴啊，冇啦，貴啦。應該佢一站時都好8個10個。
哦，我俾佢10個，俾佢10個，我俾佢10個。哦。你咪是，你去看掉是，你看到獎是你無記哩啊，你無驚。我記哩，tapi because 是我 team member 啊，我已經3禮拜啊，特別想啊 fight together 啊，一個 team 啊嘛。啊，你計close 上波啊。close 上波嘛，比如我邊啊，無水啉嘅喎。等咩？啉酒啊？你有記哩？你看到嘅是，你咪是你成個你頭你平頭咪，咁咧叫人講盲講嘅喎。伊無講盲講嘅啊，你比我看到時啊，其實我無興奮啊，因為看到地道看到了，聽到阿婆聲，然後走會講出來，我講唔知話，因為係親眼看到嘅。哦。特別即個個無聊啦，即係。講這邊講。即係都來時啦 ，because 我愛大啲將個完全比賽出來啊，無對你無咪嘅咧，一禮拜嘛，所以佢其實是2年了嘅。伊多 after 呢啲5節。伊就是雙起小嘅兩大波聲，起小嘅兩大波聲，有簽落3年半冇啊，係做款做俾好勢啊。到個第5節啊，差不多1禮拜過後咧，我咪聊嘛，而家我邊比我嘅畢業典禮多邊舉行嘅嘛，多那邊啊。沙巴那邊。依家差不多好幾個人變白嘅啊，有車就有埋王仔啊，後尾王對 camp 是伊度飛上quarantine啊。哦，就關起來啦。伊關起來啦，because 伊直起消啊。我先冇起就再起啫，嚇。because 我當邊 training 嘅時啊，我一落來成個你 before 我 start 我嘅一個吼，yang Muslim 有念一個經嘅咯，我唔知啦，我 just 對啦，yang 講我諗嘅念是 OK，just 對啊。但係佢直接早起哦 ，maybe 3點咁㗎，第一次咧，伊講免緊。你講免念係啊？你講免念，佢直接無念咯，就出事咯。哦。แล้ววางไอ้ high section วาง stop กันแล้วเนาะ這就是我 experience 啦 for data 看到看到你人接古人嚇啦。誒，怎麼你做出來？怎麼伊聲上咗一聽係啥聲？是怎麼我做嘅？想嘅人看 exorcist 啦，我不要做不出嚟。安怎 exorcist？你講你啦。我就是有一個 Constantine 啊，有試出去 Constantine 頭前伊唔是有掠幾個間咯。我唔知係唔是咧。講咯，哦。OK， 聽到。我冇幾長。我冇幾長。但我記你小妹對起。because 你在咩時候你兩人 share 在 internet 嘅時候可能對起。誒，之前是係咪驚？垃圾驚啊！垃圾驚是拍 squash 嗬。冇啊，係啦，拍 squash 啊。是啦。垃圾驚冇過嚟參啦，垃圾驚就故意告訴講哦。等陣我撳你 Ustream 嚟制啦。戴 headphone 啊嘛。戴 headphone 咧撳你 Ustream 嘅聲去。OK，嗰個聽到。冇啊。แล้วโอเคได้ใกล้สิลูกกุย告訴我กุย告訴啊有咯กูเจ้าไอ้這是我嘅 father 啦我 father pass away 啦 sometime ago 嘅last time 我4歲年先嘛แล้ว father 點有 travel 嚟 KL 嘅啫แล้ว travel 嚟 KL 點先伊唔知多少間 hotel 唔知名係名你快住 hotel 嚟問講肯定我記得 edit 我唔是冇啦我都唔知我未記 hotel 名本樣แล้ว這客棧伊度有伊這客棧伊大朋友度阿妹困念聲咯，แล้วไม่困念聲，อี before 困ตัวหลัง來國門你知唔？而家國門啊，一度比較緊啊，來國門啊，一度 try 開嘅門嚟看，誒，安怎無人呢喎 ？Then never mind，一度嗰仔未去困啊，嗰仔人來國門你知唔？嗰仔去開嚟看，嗰仔是無人 ，then never mind，第三條點聲，還是嗰仔去開哦。because 人國門嘛，咱伊都無去插咩，這樣咪才想人做亂伊嘛，喺度困啊，困到半暝，你知啦名稱是困點先嘛，擺好時枕頭，咱也 bed 誒 quilt 啊，也 mattress 啊擺好時咯，對唔對？伊困到半暝車點先 ，instead of 伊是困啲伊名稱啦，伊規日嗰個擺水在頭殼嘅。你呢邊頭咪嗰粒擺到你頭殼咧？伊頭殼嘅。就咁樣落頭殼，還是就咁冇？伊家基本困到你頭殼嘅。咁你嗰啲骨嚟嘅刷落去頭殼㗎啦，嚇嗱。嗰啲嘅刷落去頭殼嘅。
咱伊就驚了嘛，冇那個家困了，半暝三更無，就走落去 coffee house 坐個早起啊，check out。好，我唔驚咯，我唔驚咯。你看你看你 situation 都冇那驚大。你個幾捌看過啊？我捌啊，我細漢陣時我大灣啲嘅厝。嚇！你知達貴人古早講有一個走紅光啊，走紅光我知嚇。就我細漢陣時 always 我點看到一個影嘅，特別伊人是所看講走紅光啦，比較說大我係個我比較說老三灣啲大日落洞嘅邊，所以日落洞伊個聽甲伊個深井嘅喎。伊人是分開嘅嘛，特別你若講看去，伊有一個門，你看到伊深井。And then every time 我會記講 every time 細漢時在邊我嘅面喎 ，every time 邊就喺度看一個影過嘅咋。一好陣陣時袂曉嘛，細漢捌錄甲幾歲5、6歲呢，就問我阿哥咯，問安怎蝦米物件，伊講無啦無物件。一準歲有一日就暗暝個7點幾，逐個出現就是大啲迄個點聲 ，especially 迄個阿尾嘅 kitchen 嘅位啊，冚開無蝦米關，你逐日看一個影白過咯。白色嘅，唔要緊，伊是白色燈頭毛嘅。哦，燈頭毛白色。你看到只明本啊？你看到你阿家仔伊一影燈頭毛咧，伊過真正快咋。Then never mind，有到點時準歲有影，我係頭變個阿尾真正快，就係看時候，逐個看戲電視機啊，好像變去看走卡位嘛。現變看走卡，你面對面個伊 at least 1 to 2 second 啊，伊個破伊無個碰見，我好陣驚到我冇。你看到伊面啊，知道？伊看到伊燈頭毛，你未看伊面真清楚，你淨係看到伊規個影徛到你邊，然後好像衝伊無去啊規。但係 after ever since 我無正講看到啊，你係物件咯。我今日看安尼看了 ，after 咧無個看過。我是捌聽人講，有人講細漢嘅時甲因看到嘅。我有一走啦，我看到個一個，你知講人講臭手車啊 ，you know it's like 只迄個fireball 安尼款嚟形嘅。就係講 ghost 有種有一個叫 ops 嘛，個一個是叫 fireball，你知嗰隻人中國啊，有隻開橋成個武嶺嘅人頭前夾執一粒火睇啊，是安尼看到，我捌看過大啲 ，because 我暗啲人古早喎，叫人去迄個檳城迄邊，即個天地園迄邊有一個紅光鏡嘅嘛，大白光暗，咧伊規但念規迄邊，就拖去加去陪嘅咯。唔要緊 ，after that 暗暝，點先有時候啲車係困㗎咋，一看到這物件，你知影無理由嚟講 comet 就是迄個會安怎講啊？伊係講shooting star 喎，但係是 move from 頂面落來嘛。伊即個物件是 move horizontal 去嘅，你知真正快嘅，你知。好怕開，你啥物物件？你是鬼嚟咩？伊毋是，伊是一個火球啊！你看無理由嘅嘛，你是講唔知啥物物件啦，特別唔知啥物物件，你看你干那火一粒，然後邊啊會過。火一粒是啊，規個火球啊，即風安尼看過，你看到伊慢無去咯。哦。你我們每即個咩嘢啊？你咩嘢嚟嘅？一大張。大張，你誒如果拄喺你做兵嘅時看到物件，你講咩經驗啊？有一搭我較濟是我讀冊時啦，比較少讀冊時我是較濟水厝嘅嘛。甲只 housemate 嘅嘛。成個當佢哋厝，你看到rumah panjang。Because 有一道是往厝啦，because 往厝差不多5間房嘛。即是講水厝嘅事啦。水幾間厝啦。Student house。幾間厝，到 KL 位啦。แล้ว有一年嗬，往5間房6間人啊，往特人 accident 㗎了。喲。到5節。無相位，佢就 accident 啊。無相位無相到，啱啱來往厝出去 accident。喲。2講5年時咯。哦，似啊。迄一年是7個月時啊。哦。Because 往水迄間厝是 before 往水時應該辦理嘛。Because 往看辦理 before 往水時吼，已經伊個厝，because 迄邊是新嘅 area 來喎。But 往去水時吼，伊毋知佢學會塗骹咧，佢裝修啊，甲水辦理又往喎。But 往學生就 OK 啦 ，just 辦理啦。特別往大邊一年過9個月啊，往 contract 無了，往門走啊。deposit 往到同佢個無了，對 my call 到對聯絡咧。即係是啷圖咧，啷是掉咧 accident 起啊，都唔敢大咧，還是別行物件個？有別行啊，有別行。Because
頭一刀嘅 case 啦，頭一刀嘅 case 大聲。頭一刀嘅 case 啊，是 because 我 normal student 讀冊啊，大人困嘅時間無相嘅嘛，個經幫6個人 means 大人嘅 different time to sleep 嘛，無相嘅嘛。有一刀時啦，我困了，我喺隔壁房嘅門困了，但係我樓下個有人伫讀冊哦，我哪會知哦？後面有一個時間，我見到人白白青咗咋，我見到人開門啊 ，because 我聽到有無風啦，我嘅厝嘅 center 第2樓啊，樓梯那邊我係一個風鈴啊，第二邊家己直轉咯。哦，這是第一刀 experience 啊。你係冇要冚起嚟，成日冇風吹嘛係？冇風吹嘛 ，because 伊喺厝內邊 center 嘛。OK，that means 冇你風接嚟嘛。樓梯起來樓頂嘅位了。OK。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ว้ฮิตกี่สิละให้ได้ฟงลิงอ่ะสิเดียวที่อุจแคนเฟรนด์บางเก่งอยู่ว่าเขากูเอา这个 case 这是我 first case 啦ตัวที่จะเก่งชู嘅 first case 啦ลองปอนจิบกู้อ่ะบ่ลองหาสิปอนจิบกู้อ่ะบ่我ตัว一年9個月咯แล้วลอง其實做กู้แล้วก็聽到你紅領嘅物件我ตัว差不多ตัว這邊一兩個月比如說我嘅 semester 是6個月 start 嘛6個月7個月計1個月就是7個月啊了，你聽到伊你但係老實講，你是聽到聲規間厝人請起來，because 聽到聲叮叮叮，都淨係請起來啦。隔日人無約嘅嘛，半暝2、3點白白請起來哦。哦，你請起來是伊嗰啲單料，啲單料咯。哦，你攏開門，攏見看到，攏見看到。無，我朋友開門，伊個物件都掉佇伊門外口呢嘛。哦，你無叮當啊？我係一間朋友啦。我係間朋友，伊就規隻烤啦。哦，查某啊？查某啦，伊做咩做烤咧？唔知哦 ，because 伊是一個 happy go lucky 人嘅，巴魯伊個 because 我一年嘅 friend 個了嘛，我個了白白讀冊上一個 course 啊，但到巴魯啊，伊個 still happy go lucky，但伊大迄一年，迄間厝嘅一年9個月，伊規隻烤嘅，伊規隻講心痛烤嘅。哦。我個上個伊 maybe stress 啊，壓力啊，但係到尾，continue，佢有嗰隻 case 嘅話，OK，另外一個 case 啊，是我 friend，誒，頂班我白白讀冊啦，甚至隻人有當時講，because 我厝啊 ，fully organised by 我 student 嘛，所以我使亂啊，拍 game 啊，咪個啦嘛，所以有當時隻朋友來 overnight 嘛，有一間 overnight 嘅朋友啦，伊困嘅時，伊望到一個物件，伊望到我厝外口嗬。because 我厝是上了十字路口啊，12路嘅啊。12路口。哇，冇安尼好嘅。12路。12路咧個烏佢拖較水啊，我特別我看班機嘛，水啦。我朋友伊望到伊徛到你12路，伊第一節來往厝呢，第一節呢。伊看到一個，伊望到伊帶喺你12路直直走啊嗬，伊看到我厝外口嗬，有一個。頭毛長長嘅查某啊，掉咗往厝嘅第2站咯。喲！哇，夠力咧！邊啊個一個細細下嘅物件哦。喲！係咪邊啊個一細細粒物件？哦，個當佢伊未 explain，其實我冇解講過係咪 case 㗎了呀。哦，咦？你咩事？二樓嗰時咧，就啲紅領嘅啲朋友會拿一樓嘅呀？唔是 ，because 伊係物件可能未接到伊，我唔知咩事啦，伊是到 master room 嘅外口嘅哦。哦。means。我朋友伊望到伊徛到你12路，特別看到我朋友唔是來往厝過咩？迄一個 case 是我嘅 friend 啊 ，because 伊住厝 uncomfortable 啊。Hello， 聽到？聽到有。uncomfortable， 伊走過去朋友那邊過咩？哦。伊只過去過咩嗬 ？First night 呢，伊朋友望到。means connect 啊。成個錯，伊係錯過去啊。這是 first time 伊朋友唔知嘛，有當時亂做鬼名嘛，老師講那陣 student 嘅事。了，你到底係咩意思？你個叫前先吧，有感覺到沒有？啊 ？Hello？ 呀，是對去。你對呀？實不對。最冷落冷嚟啊！冷落冷嘅，你個係咪把你經驗？我安啲個揸做 nurse 嘛，伊做 nurse 點先？伊加久啊，面在 hospital 啊，because last time 樣是
这里准备 go for practice in hospital 嘛，对不对？Then after that 伊大啲喺 hospital 咁先有當伊大啲一間房間 ，then after that 伊有聽人嚟割門你知道？喺割門咁先伊度開門一看到這裡日本仔查某無開啊，這裡就走跳真正遠，伊because伊哋 hop 安尼款嘅嘛，แล้ววันที่就對個落樓卡，伊度同樣 pass through 真正快過這裡 reception area，แล้ววันที่就門 reception 就看到物件 reception， 哎呦看到將物件佢跳過頭前，去個 toilet area 嘛，แล้ววันที่就對個去 toilet，วันที่個係大單嚟嘅，對個 toilet 咁先去看，佢冇物件都喺裏邊嘅，因為物件放見嘅。有啲人啲就成講細嗰陣時，嗰陣時成個頭想是人嚟，成個是 patient。細時貴啊 ，because 伊貴先差不多成白你看呢嘛，兩個無開喎。所以無開會知啊嘛，這種物件。Hello。嚟。到邊入邊？一同我行，你當見同我講個道路啊。同我講我講你嘅結果。伊幫掉了，一個查某掉了了，一個 ，but 這個物件 maybe 咱無相信嘛，無 OK 啦 ，just because 是我 friend 去伊朋友厝 overnight，after that 伊朋友忘掉你款物件，伊就甲伊講款物件，but 我唔捌提起你款貴嘅物件嘛，between 朋友啊，無去燒掉嘛，then OK 咯 ，because 我朋友本是 because 伊住咧厝伊感覺 uncomfortable， 所以走去朋友厝 overnight 嘛，迄一暝伊就忘掉啊 ，first night。That means 一去迄個厝，迄個物件本對了伊去嘅。maybe 咯，不，這個 case 到本地我無呢去這個，but 到尾是還看朋友有一道叫伊本歸來往你厝 overnight 嘛。那個把伊直直聽到往厝有一個查某甲一個囡仔直直講話啊。伊聽到嘅。往隔壁是咪有囡仔甲查某講無啊？而且逐擺半暝咧就無人啊，隔壁冚灰個了啦。伊聽到兩三道，逐擺有一個查某甲一個囡仔佇講話啊。到往厝嘅位，我叫朋友本是安尼款嘅咯，伊個厝伊個早時係啲大山位嘛，แล้ว伊個厝有伊個在講伊房間啊有一個啥，伊細漢點啥都有啲啊，咧伊係囡仔安尼款嘅，到規日就夾直直大啲伊個邊啊講話咯，แล้ว到底大漢了喎，係你囡仔會對了白白大漢文嘅你知？伊家講是啥是大波，應該是啥是大波嚟嘅。伊點點對伊困點聲，伊古早先驚嘛，แล้ว但係無驚咧 ，because 誒你見到地大伊我係 friend 啊查某嚟嘅，แล้ว伊房間有一個啥 ，I think 伊一個大波嘅囡仔鬼嘅 ，it's just that 伊對了伊大漢。你囡仔鬼係大漢咯，伊對了大漢。誒大漢咧，對了大漢，伊會changes 嘅 ，because 伊是三天點聲。囡仔聲慢慢變個大人嘅聲。伊當今伊是伊敢若聽到伊聲呢，還是伊會甲伊 interactive 會甲伊講話？袂 interact，伊 on and off 呢，on and off 呢，會聽到伊叫直直甲伊 whisper 甲伊講話。所以伊袂甲伊講到對哦。伊袂講做來呢聲，特別有自己甲好吹，伊換車點聲講，伊毋知是對了我嘅車，我再聽你甲我講話到我車內邊。嚇，你聽到伊聲本啊？唔是我係 friend 拍電話嚟互啊！伊甲我講，伊有一隻唔知是對了，我仲見我帶你我係車載，嗰啲聽你甲講話淡薄。哦，你講係一隻物件對，伊不特擺是啲房間嘅位啦。逐個在房間，但係唔知伊無帶，但是伊對了。你女朋友有甲伊講到對話，是敢若聽伊哋幾甲伊講話呢？伊敢若聽到伊甲伊講話呢，伊袂甲伊只，伊是 certain times 伊會聽到伊聲 whisper 細聲，但係你阿格再講，伊是伫講啥物嘢？伊我 friend 甲講。伊無講正會聽到一領明啊，但係伊會聽到 whisper 安尼款，來甲伊啲 whisper 啊，一領款一直做亂在伊邊啊，安尼款。我咪彈下笑啊！你試邊啊？咩啦？我彈下笑啊！又試下笑啊嘢！哎呀，死條仔叫我咪嚇我自己嚇自己。OK， 你看今天這個大張你嘅厝，你講你厝after that 這個 case 咯 ，because 我驚嘛，แล้ว我嘛迄一年有帶這個 because 多試過嘛。
本地無迷信嘅嘛，無法咯。往去嗰啲未曉嘅店啊，佢講往去拜咯。往第一年咯，這是第一年嘛，第一道嘅7月咯。往度去拜咯 ，because 往驚嘛。他們物件本做就對啦。請，他們辦，他們 try。行邊個啦？話靠，加一條紅光菇嘅了。令人冚你聲去，冚你講嘅聲。OK， 令人如鬼告訴講，令人來哦。冇令人冇令人。我唔是令人啊，我都是啲小妹啊。Rumah panjang講呢個數我會有講。Rumah panjang 啊 ，rumah panjang 小妹個 rumah panjang 個鬼告訴我。真濟，特別想未到。是人嘅。OK， 咪見啦，然後你個你小弟成講成。Hello。你講去拜，你去7月時有拜啊？我拜嗎？這是第一年嘅事啦。第一年嘅事。佢往拜，我呢就往拜啊，其實本是冇用哦。幫佢出有差不多五個人往個了有車嘛，換車嘛。after that 往5人個了5日那邊啊，5個人 accident 咯。其實你當然你掉了咧是你講往其實啲細個哎呦死啊，應該是冇好事啊，就搬走。Yes， 往 student 未講愛搬就搬嘛 ，because of agreement 嘅嘛。你去見嘅你辦嘢哦，冇啊嘛，往照大咯。因為唔是辦嘢，本來迄間嘅度假大間，所以往行經濟嘛。大 KL 嘛。OK， 不要緊啦，這是第一年咯。我有一間 accident 個大 highway 會規定只查去龍交嘅。Yeah， 注車。有一間 accident，แล้ว有兩間 friend 來往厝嘅哦，一出去哦，到往厝外口 accident。特別要講起嚟，伊 accident 上，伊就看到物件，還是 anything 安怎樣？實在衰呢啦。係一個 combine story 嘅，是 after that 我講起嘅時啊，我個感覺到安尼個哩嘅。แล้ว到明年嘅時候，佢一道嘅7月嘅時候，我朋友客聽講第一道嘅風鈴帶嘅房間頭前嘅啊，伊到個一年7月，伊 still 安尼看過，佢就好個咗。因為當時來我嘅。第二年啊，我咪因冇拜嘛，แล้ว我咪第二年講咪拜啊，特別特年拜啊。แล้ว咪俾嚟拜咯，冇嚟知嗬，迄一年冇人對嚟拜哦。我一人了。哇，夠啦咯。就拜嘛，因為愛了啦，差不多愛了，我拜時我頭毛掉燒啊。我頭毛掉燒啊。我睇你唔是你 call 掉燒。我個仔咯，我because 我拜我是多你12路嘛，之前我講到嘅 because 我感覺嘅你嘛，我咪多你12路咯。第二年哦，無人對拜啊，我頭毛掉燒啊，แล้ว繼續我 accident 3刀啊，車停了，可能落3刀啊。車停真係冇上刀，真係落個3刀。3刀哦 ，means 啊，OK 本啊，我係使 claim 3刀嘛。你看，我車停喺我嘅厝頭前，可能落1刀咯。第2刀嗰時上咗摩托浪咯，佢哋班本拍架落嚟。第3刀我車停啦，後尾停車嚟浪我，所以可能落3刀哦，冇人陪我啦。我特別我少啲1刀嘅女人咯。我春女去換一架新嘅車嘅 battery 啊。哇！你去拜嘅事咯？停咗可能落後尾啊。就是你去拜嘅事咯，你個攤女。是咯。所以แล้วแกเอาวางกันแล้ว agree ปอนแล้ว所以วางตัวเป็น1年9個月，嗰3個月呢，所以วาง deposit กันแล้ว了。吉利哦，吉利。這是一個วาง白幾驚嘅 experience 嘛。但係掹得會人冇相信㗎啦。你大邊啦冇相信。แล้ว你攏知講佢哋是一路檔啊，是一路檔。我哋講嘅啊，講你幾個厝嘅啊？一路檔有咩？是一路檔，是一路啊。講到啲咧怪談嘅有講到嘅啊。怪談咧唔是多啲。我知，唔是一路檔，伊是 Tesco 嗰邊嘅嘢，Egate 嗰邊阿妹嘅嘢。我捌去過誒。你有記住咪講？伊唔是講幾厝是無人大，真久啊！8分卡甲1 8分幾就有啦。無啦，你講嘅後尾無像，伊個後尾是唔是講頭前係 Dennis Scott 咧？I think 所以是一 bungalow mansion 嚟嘛。
我另外一間咧，另外一個是到啲熱鬧。熱鬧啊，熱鬧有咩？熱鬧後尾樣，要隻 swimming pool 誒，隻中午要隻 swimming pool 誒。誒？啊！啊，你是冇？熱鬧咩？你唔是時鐘分銷咩？不，唔是時鐘分銷，另外一個唔是時鐘分銷，另外一間，你上班你看袂到伊個厝誒，你特別接白入去伊行伊沙巴，你係伊厝只姐妹誒。啊對，只姐妹一棟。我有看，我有看。中午一個只水池啦，迄個咯。啊，你我唔知哦，那你 The Queen 講伊個埔內面只一青池講當然。特別冇人住咧呀。冇人住喺破破爛爛嘅厝。伊實是講做咧，唔是互人住嘅，唔是冇人住過嘛。我唔知，我冇咩知嘅 history 本來是講，我就係講冇做不出過幾年頭。呢間厝唔是起來互人住嘅喎。哦，我唔知當時咧鬼告訴你講嘅就係年嗰時10幾年嗰時慢慢夾飲夾坐喺邊個部上嘅咧。是咯。我是講 a reason 嚟係你啊，怪談你啊，你入面有講嘛。哦。有一個白衫咧，就唔是講啊，你講呢間厝嘅風水唔是起互人嘅。記哩咯。哦。記哩，家己好。你做拍啊？了 ，OK， 那若是講啊，我一個朋友甲我講，伊係一間厝正晏嘅厝呢，講就一人喺邊行，像 exercise 嘅晏邊，所以講白日我對伊是要帶我去看，我驚咯，我都唔驚。你明年就對啊，唔是咩？啊，我怕水啦，明年對。啊，冇，咱甲你講，咱只去俾我家己講跑去放了。嚇，可以幾家學生？喲，我買我自己驚。你大雙雙嘅病咪關啊！啊，冇唔是啊，喊來走就特別驚，講你開汽車咁先借咗你車做隻對路對。哦。誒，嗱，我講聽你9486啦，你魯港那邊人講伊爸計講，讓有人捌點是主一點就啲你補嘅，特別吹袂掉伊身軀嘅。嚇？有無理由啩？大家呢句你水安尼暗看袂到咩？我唔知啊。特別咧，人若是人特別細緻，若是人要去看，最好是唔通時送去看咯。驚。無理由。OK 啦，無理由卡出嚟。哇，人當即就等個愛國節，人個講啊，鬼告訴，但是講你未參加，人講鬼告訴你，或者我錄音嘅時個教人講其實我人未參加嗰時，你使嚟參我人講你家己鬼嘅經驗，我那時你個家己哇，Penang Hill 就當時只Penang Hill 嘅只告訴。你未記你個早捌講過係你近網嘅物件嘛？對唔對？多謝。一個唔知會使講互你聽咯。即係你講。我發的誒，你知我發的個早包8歲無久點正喎。我都教我 friend 一怪人嚟，你知？我教 friend 講，你相信鬼啊？朋友講無相信，我無叫人去近網啊。你知係咪我教 friend 攞叫講死類似？頭自己治療先。伊個大啲做朋友知，我切掉落去邊個喎？伊有一條how to say 啊，切掉落去邊 somewhere near 切掉落去邊嘅 area 啦，切掉落去邊 area 有一間暗嘅，唔知係咩星昂廟啊，是咩啊？了。星昂廟嘅對面迄邊內面，伊成長人嘅監幫內面嘅款嘅。來厝來哦。伊一個安哥，伊成內面，伊家己本身嘅厝成是暗嘅款嘅啦。然後伊關伊正關嘅，好似你成聽講根本就60幾歲啊。然後佢哋成頭自己喎，佢哋成伊就要牙香了偵查，伊袂使亂煮茶嘅咋。然後我就做搞都知哦，就去了解了規查嘅查到警察都死佢。我有人講，我甲你講忙來煮茶，你講來煮茶，你講再使規查佢哦，別，你對，馬仔過來啊！伊就自己插無上位嘅伊無上線都未請個了來嘛。哦。比較熱線嚟。那有炸薯類哦。頭一節。頭一點先就炸薯10塊了。伊講甲他插樣了，你插無，你無叫你來，不要緊啊，無辦炸薯10塊了。我第二節去點先12塊，你知應該請到去啊嘛。你第 strange 物件就是。這是幾年啊？幾年是？1993咁先。แล้ว第 strange 就是一請起來咁先喎。我發得未曉講海南話，未曉講客家話是干那
Cantonese 加 Hokkien 嚟嘛。Then 一奇怪發啲嘢唔似紅音講係南話嘅，你我就奇怪啊！你看你唔見，你個家好笑嘅，人家講我發啲只是未有講係南話，你紅音未快啲咁講福建話。你條線啦！啊，就是啦，伊會快啲，伊會 readjust 嘅就梗係好了了。伊無梅魯講你爸係咪冷性咧？冇啊，就是條啲麥講嚟聽嘛。你一起來點先？你解講話點先？伊直講嚟，直袂走啊！我解講，伊驚袂走，我講你使等陣麥你快走會使喎。我講你物件講無了。我講聽，我講我係家己人嘅吼，但我唔係我家己人嘅吼。伊是我唔知得一格啦，特別唔是你看到啲鋪底嘅，伊係一間呢，伊無收類嘅。伊無甲你講幾類嘅，講你家己愛包紅包就借的嘅。伊唔知是老雜某啥物，我就講第一句哩，就是伊借，伊只起咧時候，伊只借是伊身軀嘅型啊，我係家己人，伊逐擺借是伊是甲，可能伊骹落去後，下起來伊講伊個手啊，可能就。伊只是人本身來看啊，你家己人，你樣去問伊只起來嘅時候，伊紅蝦米你叫起來借呢喎？然後我係聲有變，聲有啲，我唔知有變，我冇咩記啊。特別伊實是有變，有講伊是潮州人哦，伊成日講嘅就特別潮州腔，特別伊嘅借款了，你這伊問嘅是伊是問伊其實是。伊問伊生日幾號啊？咱你咪講啦，去講。幾號就計死嘅節咯。伊有做這，伊特別伊去隨時，我講伊去隨時啊！伊個問講，你嘅這是伊有幾個生個後生來查我對唔對？唔對，係講唔是講，但係即係有死嘅查我就係客驚，轉咯，轉啊！係咪？你成日你講喺行業 roadblock 你唔成馬達，我不丟過成講。行業 roadblock 你唔知啊嘛，打 block 喎，叫你請就去做 identification 嗰啲啊。對，佢除咯對。你一直講嚇，即係是有事嘅走啊，一個客驚啦，就對咯嚇。對，就叫請起來，伊個請未起頭走我個人講句，頭頭請未起，咪講你是唔是紅教誒？伊個講是紅教，無相嘅紅教嘅辦法個。你一直起來呢，還有一直做成你在那紅教嘅人點啊？你睇啊，做咧行一直起來是做呢成咯。然後起來咧是紅黑只借呢一陣咧借上我係個人啊，未死是特別一人一世人借，基本上咧卡壓起來咧是頭很字條嘅咋。然後我一個親戚去問伊。紅兄咪講，哎呦，死成個女嘅，你可能就係紅兄看到一成個，伊無你會解講伊幾歲，你解講伊是係咪人，特別你別伊這款你別成講對，伊就想出來嘅看咯。啊，是啊。嚇你就記哩啦，我就是講我看到我冇幾長咯。嗰知道就是我係發得，讓畫面上嘅會走去一個金崩去梅子嘅就。哈。你有嘢就是讓阿妹走去找袂到，上換了，了就繼續揸起嘅去咯。真係真 strange 物件，讓去梅子伊叫你舉隻開正煮固好啊！你開正。但你驚？了啊，了舉起啊喎，係人啊，伊就黏啊，伊放隻架頂面咯。了伊有一盤係 tray of fruits 嘅，你放伊開出來係 fruits 嘅夾薄冚嘢喎。嘅就問你啊，你看伊確定伊嘅看出來時候，伊個看定有人寫字落去啊喎。哦 ，magic。我唔知是 David Blaine 還是係咩啊 ？David Blaine，David Copperfield 嚟啊！你金崩嘅 David Blaine 啊？金崩 Blaine。David 阿炳。啊？阿炳誒。OK，各位聽眾，咱講咩物件要講個故事，告訴 before 我小大 ，before 我落檔。落檔，二檔去落檔啊！落檔啊！我要貼檔啊！咁物件講個鬼嘅，即個呢？你係小妹嘅，你知個係咪物件講我啊？即個樣是聽眾呢？這句是聽眾。樣是入來聽呢，了加淡薄。啊，即個咩啊？即個大張你係小妹樣，咁樣個物件講。應該冇咧。
不知聽到是個下禮拜寫起來嘅人講啦，不知下禮拜幾時人講嘅是個再落啊。OK，感謝你教我講你故意告訴，係咪你講咩 ？OK，no problem，take care。感謝垃圾驚，感謝大長嘅伊個34嘅厝嘅人，啊，唔係班長嘅人。rumah panjang。你只是發龜，你內小咪一個名咩？龜大林。阿嬌嘅一句。發龜。阿嬌嘅發龜，你一個一句。阿崩。阿崩對啊，對阿崩對。OK， 咁不知人老師叫你吧，人較早落。好。唔使。冇問題。OK， 感謝。啊，咪想話是不知人較早落，等陣話落一個驚嘛。就啦，這裡是的。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下禮拜嚟過嚟再見佢，跟住白日話點啊？如果你要參加我人講，你使叫我網頁BeningHokkien.com 嘅會去看網其實錄音，你是幫你名到來。但是講你要參我人講，你要做特別見面，特別嘅邊呢就會 download Skype 咩？跟我講你 Skype 嘅名係咩？感謝我特別嘅邊，下禮拜再見，拜拜。拜拜。